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康康，大概只能讲这样，台语的部分。好，然后今天就是要分享一些，就是我在就是刺青上面的创作，然后还有就是楚翔希望我这边就是多讲一些关于就是自身创作的部分，这样对。然后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在场还没有刺过青的举手。哦，哎呦，你也没有哦。OK， 好，那会想刺青吗？就是没有刺青的人会。旭哥呢？还不知道，还不知道。你会想吗？有想过，但哦没有冲动。哦，好，没关系。就是因为好像大家没有刺过青的人，就是对于刺青就是都会有一些神秘的那种感受。对，那今天就是你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等一下我讲完之后，就是有交流时间、Q&A 时间，就是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对，就不用害羞这样子。对，就是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高中是读美术班的，然后再来就是读艺术大学，然后毕业就在艺文界工作，就是其实我可能高中到从小到大对艺术两个字其实没有很陌生，对，它可能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对，但是真正学到，就是真正知道创作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对创作两个字蛮模糊的。那其实就是艺术学院，它会不断逼着你，就是你一定要创作，因为就是要交作业嘛。那时候的创作对我来讲是一种课业的压力。对，就是老师可能给你一个题目啊，然后你就去生出作品啊。对，那其实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用一种很暴力的方式去接触创作之后，然后他也会逼你去大概知道说创作大概的步骤是怎样。可能首先你要先有题目，先有想法，然后你希望用什么媒材表现等等的，这些都是一些就是很开放式的问题，你必须要去慢慢大海捞针把它抓回来。对，但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会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创作。对，那直到就是我出了社会，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在艺文圈工作嘛，那时候就是接触了很多展览呐、然后接触很多就是国际级的那种艺术家跟设计师。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创作就是更自然而然的贴近我的生活，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必须要去为这些创作者服务。对，那时候大家就做一些行政的工作啊、行销的工作啊，对。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还是没有为了自己创作过，对，我都是帮别人创作做服务。对，那直到就是4年前回云林的时候，就是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在台北工作生活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生活的感觉。对，因为可能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对，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做一些社交啊什么的，对，所以其实很难在台北那么大的城市里面，其实很难心静下来去好好的去往自己的内心去想，然后去做自发性的创作。然后其实我是回到云林，然后那时候就是学刺青嘛，然后我在开始在摸自己个人风格的时候，我才慢慢有时间跟就是有一种比较有在生活的感觉。对，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去抓自己就是比较内在的那些创作的氛围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时间突然变很多，因为以前在台北都要加班啊，对啊，然后回来之后，然后工作都不用加班，然后你下班时间就是你自己的。我那时候觉得好开心哦，就是突然生活变了很多时间，而且其实这边说实在跟台北比，就是有点无聊。对，就是没有你下班也没有办法去哪里，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突然变了很多时间，然后去开始摸索自己的创作的部分这样。但其实，我一开始啊，就是4年前要重新就是要拿回笔去画画的时候，对，我刚才讲说我高中是美术班嘛，对，就是我看到眼前一张白纸，其实那个时候头脑一片空白。对，就是我其实有点吓到，就是我不知道我要画什么。对，因为我没有东西给我看。以前在高中美术班的时候，或是在艺术大学的时候，老师会丢题目给你，对，然后你美术班的时候，你一定会临摹什么东西，你要去磨练你的技巧。
对不对？那其实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把高中所学的技巧跟大学学的创作结合，然后就有一阵子其实蛮撞墙期的，因为你一方面会想说，我这东西应该要怎么画，对我素描要怎么去表现，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很想要天马行空的去表现，就是你想要传达那个理念，对。那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就是我就想说我就随便画。然后就是你手上有什么笔啊，然后身边有什么纸啊，就是乱画。然后其实就是后来就一直无意识的乱画之后，就是会发现这些无意识的乱画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线索，对。然后大概就是那时候的工作啊，就是那时候做社区营造需要很大量的沟通，那时候要跟社区的理事长啊、总干事什么的，就是要一直讲电话，有时候讲电话会放空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在拨电话等电话的时候，我手就是无意识的在我的笔记簿上面画，然后就久而久之，我就发现我整本笔记簿就是大概都是线条啊，或是点绘，对，或是一些几何的图案。对，那我就后来慢慢的就把这些一些碎笔的东西，然后把它转换成就是我现在的创作风格这样子。对，所以如果这边有创作，这边有自己在创作的话，或者喜欢创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到你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很放松或是无意识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去里面找到一些线索。对，然后再来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术科技巧跟个人风格这件事情。其实那时候就是楚翔来找我说，就是我们可以分享这些，我们都有一样的过程。对，就是我们高中都读美术班嘛，然后我们都会有很厉害的术科老师，就是教画画的老师来训练。然后其实那时候因为高中生嘛，老师就是跟你讲说，你不要去管你个人风格，你就是他就是把你教成是考试机器人。你可以，你素描啊、水彩，就是你把一个东西你可以画得很像，这是我们已经是基础的部分了，对。然后其实超像，就是画东西画得很像这件事情，对我们其实已经都不难了，对。那对我们是很基础的。那我们整个高中3年都是在追求这样子的完美，对。但是那时候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开始学习创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框架，就是把东西画得很像很完美的这个框架，反而对我来讲蛮痛苦的，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上大学，我术科跟学科成绩都是还蛮前面就上去了，对。但是开始就是接触关于创作的课的时候，有时候作品一拿出来，有时候就觉得就是会比较嘛，就是别人的好像很精彩，然后好像很有内容，然后都非常的有个人的风格，就是你可能看到这个作品就知道说，这是楚翔的，这个是谁的这样子。但是我就是一直在一个框里面，就是我真的跳不出来。我其实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有一点小小的吓到，就是我就觉得自己的东西很空洞，好像没有什么个人的风格，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反复的思考说，到底所谓完美的作品是什么？对。那可是其实我一直也都不觉得说，就是高中3年那时候打起来的那个术科的基础是不好的，就是其实我反而蛮感谢说我有这样的基础，因为在这个基础下去学习创作这件事情，虽然就是你一开始啊就是会比较迷惑，但它也会让你之后的过程就是顺利还蛮多的，对。等于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了一些武器，但你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用，对啊。那等到顺手之后，就是你就会开始变得慢慢的得心应手。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虽然不是每一位创作者都必须具备这样子的状况，但是我还蛮享受，就是这2件事情，就是可能高中带给我的术科技巧的基础，还有就是大学让我就是很暴力的去学习那些创作的步骤，对，这是相辅相成下来的成果，这样子。对，然后呢，刚刚有讲过，就是我在
放空的时候，就是特别会用点的跟线条去形塑。那我很喜欢爬山，就是很喜欢一些大自然的东西，爬山啊、植物或动物。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在画画的时候，我就是从我那时候最喜欢、最亲近的东西，就是山去做创作。对，用点的去做创作。对，那还有植物的部分。那植物的部分，因为其实在刺青文化里面，就是很多人都会画比较比较富有那种很澎湃意义的植物，就像是玫瑰啊、牡丹啊，对。可是我反而我不是不喜欢这些，我反而更喜欢的是就是路边的杂草，对。然后以前呢，我曾经就是有一阵子非常的迷恋，就是台湾的本土的青草的部分。对，其实就是我们路上看到很多的一些小杂草，它其实都是有药性的，对。然后它其实对人类的身体上面都会有一些益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没有规定说那个草药是药，所以我们都只能说保健食品，对，它是可以顾我们身体的。对，那我就开始去上很多那个关于台湾的青草的课程，然后去认识台湾的一些野花野草。对，然后就把这些野花野草，就是把它变成我的主角，把它画下来。对，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些人看到就是我画这些植物，他会觉得很眼熟、很熟悉，很像在哪里看过。对，没错，它可能就是你家走出去的电线杆下面旁边的一株小杂草这样子。对，那这是植物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自身创作会比较偏就是植物啊，或者是几何或是山的部分。对，然后有很多人就是会找我就是客制化。对，就是刺青有分认领图跟客制图嘛。认领图就是刺青师本身的创作，然后你喜欢你去认领。对，那客制图的话就是你把你想要的元素提出来，然后你找你喜欢的风格的刺青师，然后请他去帮你用他的风格去把它创作出来这样。对，然后因为自己有养猫咪，所以就是很喜欢动物。对，那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就是请我去客制化动物的部分。对，其实很难，动物就是要抓到那个神情，每次都要那个眼神或者是眉宇之间都要抓很久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常有人问我，就是为什么想要当刺青师。这其实跟就是我们家庭的就是环境有关系。就是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痛恨刺青的。对，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是流氓，他是黑道，然后他全身都是刺青这样。然后小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我79年出生的嘛，那时候我念国小，那时候社会氛围还没有那么开放。对，就是大家就看到你爸爸身上的刺青，就是很像就是你们家就是不好的这样子。对啊，我也曾经就是因为这样受排挤，所以小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爸身上的刺青好烦哦，他就是变成我一个包袱，你知道吗？对，然后后来就是自己慢慢长大之后啊，就是那时候资讯开始慢慢发达，你自己手机都可以搜寻到很多关于刺青的事情。对，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看了几个就是刺青艺术家的作品之后，他让我就是对刺青真是反观。对，因为爸爸身上的刺青是那种很传统的日式的。对，然后而且他的刺青很好笑，他的刺青是他以前就是曾经可能跟人家打架什么的，然后就被抓去那个少年看守所关。然后里面的大哥就是他说里面的兄弟是偷偷带的那些器具，然后在监狱里面帮他刺的。对，然后他就是这边有一只蝴蝶，这边有一只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有。对，这是他左边的有没有一只蝴蝶，右边是一个燕子。对，然后这只龙啊是他胸前的那个照片没有很好看，我就先我直接把他的图案就是截取出来。对，然后他说就是这个蝴蝶跟燕子啊，那时候是就是监狱里面的兄弟是先有画设计图给他看，然后他觉得 OK 才刺上去。对，然后他说中间这个龙就是当时的那个兄弟，他是整个是 freehand 的意思就是他完全没有草稿，他就直接刺在他的胸上。
然后他跟我讲说啊，其实这条龙是没有完成的，因为刺到一半那个兄弟就转狱了。所以这条龙是刺一半，我从小看到大那一条龙是一半，就是还没有完成的。对啊，这个也就是奠定了我就是之后我的个展，就是它是我最主要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故事来源，这样。对，然后我第一个刺青就是选择就是图案，就是左边这边是一个蝴蝶，然后这边是一个燕子啊，因为我很喜欢美式的风格。所以我是直接把这个图案，然后直接给我很喜欢的刺青师，然后请他帮我再用他美式的风格帮我转换，对，然后刺在我的身上这样子，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也觉得很压抑，就是怎么会从这么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突然变到很喜欢这件事情。对啊，第一次之后就开始对刺青艺术超级有兴趣，然后就是去读他的文化，读他的故事，对，然后又知道刺青是从那个大航海时代开始的，然后就一直去钻研它这样子，对，然后如何成为刺青师这边简单带过，就是其实现在有2种方式啦，一种就是自学，一种就是学徒。对，学徒就是你可以找到一间你很喜欢风格的刺青店，然后你去里面当学徒，对，然后当学徒基本上是不支薪，对，但是他就是教你技巧，他可能会签约个2年、3年甚至5年，对，那你就是学成之后，之后就是你继续在这间刺青店服务，然后以抽成的方式去做计算，这样。那另外一种就是自学，就是现在其实坊间有开很多关于刺青的课程，就是你付一笔学费，然后你可以学就是基础的技巧，对，然后学完之后就是风格你自己慢慢去捏塑，对啊，加上现在资讯真的很发达，就是网络上其实都有蛮多就是影片在教学的，对啊，自学的缺点就是学习比较慢，对啊，你有时候可能有问题，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立即的得到回馈这样子。对，但是自学的好处就是你时间不用被绑着，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有自己正常的时间工作，然后有正常的经济能力这样子。那如果是学徒的话，我觉得也是有优点，就是优点的话就是如果你跟着这个刺青师或者是这间刺青店非常有名的话，你一开始的起步可能就会比别人快一些。对，因为它会自然带给你一些网络的流量啊，或是名气之类的，就是你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就是一开始自己一个人慢慢打拼。对啊，我是属于自学那种，所以我就是一开始学的好慢这样。好，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在讲比较偏创作的，所以这些西方就是我只是截取就是我还蛮喜欢的一部分的那个刺青文化跟大家分享，我就简单带过。一开始是就是从战争跟航海文化开始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还有移动游乐园文化跟马戏团，就是那时候会有全身在一战后，那时候会有全身刺青的人，然后跟着马戏团，然后去到处表演，对，然后那时候刺青师也会跟着这些移动马戏团跟移动游乐园，他们就会到处去各个地方去巡回这样，然后那时候刺青师也变成是一种行为艺术，就是其实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刺青师到处驻店，其实因为刺青的东西还蛮容易携带的，对，所以其实它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移动的一个刺青店这样。对，然后这个是在2战后，就是这张照片就是还蛮有名的，是2战后的那个纳粹从集中营出来的那个画面，然后他手上会有刺青，然后通常是他们以前在集中营的编号，对，然后这个可以就是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做《刺青师的美丽人生》。等一下拿下来，对，他就是在讲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威斯什么奥丁威斯奥斯康对，大叔，反正就是里面那个集中营有一个刺青师，对，然后他是犹太人，对，然后他是因为就是他会了很多国语言，对，所以他就是可以得到一些他就得到刺青师的这个职位，就是帮其他纳粹人就是刺青这样子。然后他在里面就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囚犯，
对，反正就是在讲他们两个故事。然后他们好像最后就是出狱之后，就是还有就是相认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就是刺青，刺青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在监狱里面还蛮广为流传的。对，看到就是这个是墨西哥的监狱里面，就是俄国的监狱里面。对，看到那个就是他脸上有眼泪，就是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这边刺一个眼泪，就代表他是杀人犯。对，就是他们那时候在监狱里面，他们会用一些象征性的符号或是部位去代表自己就是的地位这样子。对，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黑道集结帮派，像这个啊手上的这个就是他们同一个帮派，他们会在虎口上面刺同一个符号这样子。对，然后像这个是俄国监狱里面的的那个犯人的刺青，他眼皮上面啊刺的是俄文，然后有人要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吗？看不懂啦，就是不一样，它是一句话，他的意思是别唤醒我。对，然后当初就是他们如果已经放弃他们要出狱的那个欲望的话的那个意念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在眼皮上面刺，就代表他已经放弃，他已经没有要出去了啦。对，然后那时候在刺的时候，因为怕刺到眼球嘛，所以他们会用那个汤匙，就是会对，然后就是把它垫着，然后在眼皮上面刺别唤醒我这样。然后那时候狱中没有那个刺青笔嘛，他们就会用里面的什么回纹针啊，或者是一些图钉，然后一些什么洗发精啊，然后一些炭末，然后去打造成像这种，可能解析度没有很好，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个很简易的刺青笔。对，我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起重机啊，在美国也是比较属于边缘文化的一种。对，然后那时候又起重机的人，他们又很喜欢秀出自己的刺青，然后在整个美洲这样子就是巡回骑车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早期刺青文化跟那个非主流或者是犯罪文化，其实就是都还蛮紧密相关的。对，然后直到就是二战后的一些社会运动啊，一些人权意识抬头啊，然后那时候才慢慢的把刺青文化从就是犯罪这边之中，就是慢慢把它拉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像中间这个是在纪念1969年，就是那时候纽约有一个十枪酒吧事件，大家有听过吗？对，就是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同志酒吧在纽约，对，叫十强酒吧。对啊，里面就是警察跟里面的同志朋友起冲突之后，然后就开始有一连串的那个挺同的运动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反战嘛，对。然后这是那时候就是一个反战团体的一个 logo， 然后他们都会直接把他们那时候的政治诉求，把他们直接刺在身上这样。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这样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刺青变成是一种比较主流的，在欧美那边就是慢慢变偏主流的时尚文化，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有很多艺人啊，然后很多比较有头衔的人，对，就会开始慢慢将刺青把它刺在身上。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这个阿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几岁，反正他是 Ed Hardy， 对。Ed Hardy 他就是他主要是在欧美那边算是他是开第一间就是全客制化的刺青店，在美国。对，他是算在加州那边。对，然后他很有生意头脑，他的东西就是在当时在上流社会非常的有名，因为他可以做很大片的客制化刺青，像我们听起来很常见，对，很多刺青师都会已经可以做很大片客制化，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其实还蛮少见的。对，他就这样子就是有名了之后，他就开始把他的东西就是设计成衣服，对，然后到现在都还是很有名这样。啊，这是他在那个加州开的第一间店，对，然后这是纽约的，算是就是他在忘记199，纽约它叫做 Speedway， 就是
他是一个行为艺术，然后行为艺术家，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想说，就是去当刺青师的可能就是一些比较边缘的人啊，或是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对。但是就是 Speedwave 他就是证明，因为他自己是艺术家，他是艺术学院出身的，对。然后那个时候的纽约其实对刺青还是犯法的，就是刺青还没有合法，对。然后他出现之后呢，他就是一直在纽约街头办一些就是很前卫的刺青的活动，对，然后慢慢去挑战政府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纽约市政府大概好像在我出生那一年吧，1990年才公布就是刺青是合法的，对。然后其实他这一项运动就是也让那时候欧美的一些设计学院、艺术学院的学生就是认知到说，其实刺青是可以当一个职业，对，它是可以当一个目标的这样子。对，然后要讲到现代刺青艺术，就是其实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大概看到所谓的那个刺青的话，大概会分成美式风格嘛，美式风格跟日式传统，大家会脑中会有画面嘛。我身上这种就是比较多偏美式，就是比较粗线条，阴影比较丰满这样子。然后日式传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种半甲的，对，它会有一片一片，然后里面都是一些比较传统一些日本武士啦，或是日本一些那个传统的鬼故事的一些图腾这样。对，那其实现代的刺青艺术就是已经慢慢转换成就是它就是等于是你去跟艺术家去买一个作品的感觉，对，就是比较去追求艺术家或是这个刺青师他本身的风格，他本身画出来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刺青风格已经很难去定义了，对，所以我都叫它非传统啊，就是它不是往常我们看到的像是美式啊，或是日式，或是写实这样子的风格，所以我也没办法去定义它，对。然后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我在上个月，就是不对现在已经7月了5月的时候我去曼谷住店，对，然后主要是我想要看那个环境，对，因为其实我对环境就是还蛮在意的人，对，然后我之前追踪了这一间就是刺青店很久，对，然后那时候决定去这间刺青店住店，也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好奇他们的环境，对，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像照片这样子，他们很大量的就是用了一些材质的本质，就例如像木头，它就是大量的使用木头，然后保留木头原本的颜色，木头就是有木头该有的样子，那或者是金属啊，然后或者是玻璃，就是它会保留那个材质原本的样子，对，然后虽然他们也是老房子改建，但是他们也有保留到老房子原本该有的，像是水泥啊，然后像是原本就是斑驳的墙面，对，然后干干净净的，对，然后其实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在开店的时候，我是蛮期待这是一间不只有刺青的刺青店，对，就是其实刚刚也讲了嘛，就是我也会做一些设计或是摄影，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敢说我懂空间啦，但是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然后希望大家来这个空间的话，是一个舒服的感觉，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刺青过，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蝴蝶跟燕子，我的刺青师看起来超凶的，然后对，就是一个男生，然后我一个女生进去，然后那个店就黑黑的、暗暗的。它其实已经算是还蛮有名的店，在台北。对，然后但是我还是很紧张，我第一次刺青太紧张了，然后而且这边真的超痛的，我刺到真的快哭了，然后就觉得那个太紧张。虽然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作品啊，对，但是我就是一直回想，就是当初那个很紧张的感觉。我就想说，我以后如果开刺青店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放松，对，然后而且就是我的风格大部分其实来找我大概7-8成都是女生吧，对，然后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刺青的，对，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你来这个空间是完全没有压力，因为你第一次刺青已经够紧张，对，然后我就觉得它必须要像家一样的舒适温润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像，我发现牙医也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去看牙医的时候，现在牙医都超澎湃的那个装潢什么的，就是让人很放松，对吧？做牙齿已经很紧张了，对，就是一个居家的感觉。我这边可能是不是算有点太居家了，太放松了哦。然后再来就是共感创作的故事刺青，就是来找我大概7-8成都是客制图比较多，对。大家知道客制图跟认领图，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大概是可能以前工作的经验让我学会很多，就是关于沟通或是共感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我可以蛮擅长去读懂，就是你想要什么，对，或者是你如果要调整你的图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我蛮享受的。对，就是一来一往的那种沟通的过程，这样，那就是期待。怎么了？你对啊，认领图就是我用就是刺青师本身，就是我用我的视角，我用我的角度去画一些我想要画的东西。就例如像我喜欢山，我喜欢植物，我就大量画出我想要画的东西。那如果你刚刚好有喜欢，那你就认领，就直接说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对。那像客制的话，就是你不一定是喜欢山喜欢植物，你可能想要刺你们家的小狗，对，然后你提出你的元素，例如我想要刺我家的小狗啊、宠物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你有一些我想要加一颗太阳、加星星或者加脚印，对，你可以跟我讨论，然后我就会依你的方向，然后用我的风格去帮你创作出你要的图，这样子，对，了解吼，好。对啊，客制比较花时间，还有沟通啊，主要是沟通。对，因为可能第一次画完之后，可能客人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再多加什么，或者是可不可以再更阳刚一些，或是再更柔软一些？对，这就是沟通的过程。这样，其实有些刺青师是不喜欢沟通的，对，他就说我就是专门就只有做认领图这样。对啊，有些刺青师他是专门做客制图的，对，他可能没有什么主要的那些作品，他就是以你身体的身形，然后去当场去创作，也有这种的，对。然后这个是特别想要提出来，就是我没有说就是这两个作品也不是到最好或是怎样，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店的风格，它是可以不管是男女老幼，他都他都敢走进来询问刺青这件事情，对。然后像这个是我年纪最大的客人，对，他已经65岁了，然后刺青一直在他的人生清单里面，对。然后他就是看到他是我朋友的妈妈啦，然后看我们年轻人在那边刺青啊，这些避瞎棒这样子，然后就来看一看。然后有一天他就说他想要刺，因为他其实一直很想要就是完成这个人生清单，对。然后这个是我年纪最小的客人，我们那个未成年的成年的年纪在去年已经修到18岁了嘛，所以要满18岁才能刺青。这个妹妹她是17岁而已通常17岁刺青我们都必须要家长同意书，但是她妈妈直接带她来的，对，就是她想刺青，然后她妈妈就why not 就把她带来了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希望就是给人家的感觉是这样子，就是对啊，都是刺在手上。手是一个最入门的地方，就是不管是痛感，对，或者是就是在照顾上面都会比较好照顾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分享，像这两个刺青就是同样都是纪念爸爸的过世，对，这两个都是爸爸过世了，对，然后因为过世这件事情
太沉重了嘛，对，就是要纪念亲人的离开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纪念他，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向，就像是这束花，就是他说是他想要纪念他爸爸离开，但是又不想要直接刺什么日期啊，或是爸爸相关的东西，他觉得有点太沉重了。对，那这束花是他爸爸丧礼上面，就是他有特别去请别人帮他做，就是包的一束花这样子。然后这只马就是他说他爸爸就是也是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就是随便刺了一只马在脚上，然后已经模糊到看不清楚了。对，然后也是拿着照片给我，然后我也是就是重新把它再刻制一次这样。然后再就是关于就是伤疤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都会想要借由刺青这件事情，不管是很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去疗愈他的伤痛。对，然后其实要盖疤这件事情，我会反而觉得，因为这个疤痕它一定是你就是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小小的过程。对，它可能就是他留在这边一定是有意义，他可以去时时刻刻提醒你说，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比较偏向就是刺青可以跟伤疤去做一个呼应或是结合，对，它可以当成你的背景。然后像这个就是他车祸开刀嘛，然后我们就讨论说，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疤很像一个银河，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些星球就是把它包裹起来。然后看起来就是跟他的疤是有相呼应的，就是不一定要把他的疤整个盖住，就是抹灭掉他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对，那这边这一位他是以前曾经有得过忧郁症，对，然后他是希望就是有落金跟里面有重生的感觉，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帮他设计从那个落金里面就是长出彼岸花，对，这是彼岸花的部分。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觉得斗六这边啊，就是相较于台北啦，就是觉得刺青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对大家来讲比较神秘感比较重一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频繁在去年吧，就是我就是做了很多 Fresh Day 的活动。Fresh Day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它其实在欧美都已经非常流行了。对，就是因为通常刺青店都是全预约制的嘛，就是你可能要预约，或是你要讨论，或是你要刺青，你才走进来。就平常你路过，可能我也不会开门。对，那 Fresh Day 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有点像 Open Studio， 就是我那一天我会请不同风格的刺青师，就是来我的店驻店，对，然后他们会带着他们的一些认领图过来。对，那那一天就是都是全天开放的，你想进来就进来这样啊。你进来你可以随便翻，就是你可以看，然后你也可以跟刺青师，你不一定要刺青，但是你可以跟刺青师讨论你未来的刺青，或是你的想法之类的，或是你甚至所有的疑问，刺青会不会痛啊，会不会很贵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你当天你都可以直接跟刺青师聊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举办蛮多活动，去年的时候啦，大概有其中一个就是很好笑。我用那个夹娃娃机，就是想说，好像很好玩，夹到什么就吃什么，但没有人敢这样做，没有。好，然后因为以前就是自己做过展览，做过行销，做过企划，所以就是很喜欢在同一件事，就在刺青这件事情上面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对啊，这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小企划。等一下大家也可以看，就是在角落亮亮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我的风格蛮多几何的一些元素嘛，然后那时候有时候如果客人需要的话，我也是会在那边拼拼凑凑。对，有在创作人就知道，拼拼凑凑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玩、有趣的方式，可以去做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在拼凑的时候，我想说，那为什么不让客人自己拼凑？就是他想要的构图，或是他喜欢的一些图案这样。对，然后我就设计了这个小小的游戏。对，然后它也方便我，就是每次出去就是跟活动啊，或是参加市集的时候，这是可以随拼。你如果拼到这个这是我命定的图案，你就直接可以现场把它刺下去。对，就等于这个东西是我们两个共同创作这样子。对，然后大概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刺青的入门指南。对，
还没有刺过青吗？对，你们4个还没刺过青，对，就是刺青师的风格啊，就是刚刚讲过，就是有分美式啊、日式啊、写实啊，然后再来就是一大类，就是现在很多刺青师的非传统这样子。然后现在网络上资讯很发达嘛，对，你大概先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概念这样子，然后去上网去就是打一些关键字型，你就可以搜寻到很多。那再来就是手刺跟机器刺，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有手刺跟机器刺这件事情吗？对，我自己是用机器刺的啦，啊，机器又分很多机器，对，那今天就不再细谈，那实在是太多了。对啊，就是主要就是手刺机器刺，机器就是一个马达，然后它就一直出针，然后你就拿着它去在皮肤上画画，简单来讲是这样。那手刺的话，就是拿一根针，通常就拿一根针，然后上面会绑着一个比较大的握柄，这样，然后它就是这样子一直手，就是一直点你的皮肤，然后你就可以想象说，如果是一条线的话，手刺就是用点的去把那条线做起来，对。然后相对就是手刺的那个时间花费比较少，时间花费比较长，对。然后它刺起来也会有一种比较手感的感觉。对啊，其实我没有，就是没有好或不好，就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你比较偏好是哪一种这样子，对。然后刻字图跟认领图刚才讲过了嘛，然后再来就是预约流程，其实流程每一个刺青师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大同小异，对，就是一开始你可以就直接视讯跟那个刺青师讨论你要的图案。对，然后通常会先付一笔定金，然后付完定金之后，他就开始画图。对，然后画完图之后，你们中间就会有沟通的过程、修改的过程。对，然后在最后施作的那一天，施作完之后就付尾款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刺前跟刺后的注意事项。对，刺之前呢、就是我们为了要维持皮肤的那个健康度，就是一定要美美的嘛。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要让它出血不要太多，所以会建议一定要早睡，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喝酒。对，就是主要就是让出血不要太多，因为如果你出血太多的话，刺青是在刺你刺一点点它要渗血，刺一点点它要渗血，你要一直擦，它其实会蛮影响到那个视觉的部分，而且你刺完之后它比较红肿的话，它皮肤泡泡的会会比较让那个皮损的状况会比较严重这样。对，然后刺后其实最主要的是泡水比较要注意，就是像海水是一定不能碰的，对，大概是3个礼拜内不能碰海水。然后因为刺青我们毕竟是制造一个伤口，对啊，这个伤口如果你去泡水的话，就例如像泡澡游泳池或者是对，泡澡游泳池啊这些东西，就是如果你泡在水里面，你一定会细菌感染，因为水里面一定会有细菌。对啊，所以就是那个细菌感染破坏到刺青是比较难救回来的，对。然后关于注意事项，就是其实还蛮多一些有的没的，就是等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就是随时问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每一段过程都是累积经验的机会。对，就是虽然以前我在这是我以前在台北就是工作，跟以前做社造做展览的时候，对，就是以前在台北做过好多就是展览啊、教育推广，然后做一些办活动啊，然后当老师啊，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虽然就是当上班族就是也是会遇到一些很烦的事情，或是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每一次那个经验累积，你要很贪心的把它保留下来，就是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吃亏还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每一关就是都是学习的机会这样子，对。然后这是我就是在那时候刚开始在做刺青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什么名声嘛，我自己自学的，所以我就很长，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帮自己做宣传，但是我就逼自己就是一定要走出去，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疯狂的参加就是市集活动，对，就是要一直跑出去，虽然很累，对，就是我刚才说嘛，就是其实刺青的东西很好带，但是你要自己一个人去扛这些东西，有时候你要
开车过去，然后要卸货，然后你工作完之后全部要上货要开回来，就是其实很累，但是就是那个它可以让你去累积一些实战的经验，然后去帮你就是自己的名声可以再多曝光一点。对，就是我就是一次一次这样子慢慢跑出来的。对，去好多好多地方，然后我觉得去过最多的大概就是咖啡店吧。对，咖啡店，然后中间这个是在埔里的一间小面店。对，然后这个也是咖啡店，然后这个是在那个高雄左营的一间民宿。然后这也是在埔里的一间民宿咖啡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酷的，就是有一个健身房，就是对一个健身房，他们就是也是要回馈他们的那个客人啊，然后就是他们也办了一个小小回馈活动，然后就请我去驻店刺青这样。然后这个是在金门的一间独立书店，对，然后这边是比较近期的，就是在台北的灯具店。就是室内设计的店面这样。对，然后我觉得不要设限自己。有些是别人找我，其实大部分是别人找我。对，就是别人找我，然后自己去沟通。对啊，像金门这次就是比较麻烦。我去曼谷还没那么麻烦，就是自己带去行李就好了。金门要先寄对啊，就是把东西全部弄一弄，然后寄过去这样子。对。因为他那边，因为像曼谷那边有刺青床啊，就是他那边已经有一些硬体设备了，但是金门这是书店，对对对，我可能要把一些东西寄过去，对。然后，对我就觉得很累，但是其实蛮充实的，而且也蛮好玩的。然后就会认识到各地不同的一些圈子的人，对，然后就是慢慢在自己的。同温层很重要，就是你喜欢你的风格，你大概就是知道说大概是同一个风格的人，对啊，你就自己在你自己的同温层里面去慢慢去认识更多人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也不要放弃自己热爱跟擅长的事物，就是就是有在做设计嘛，然后特别喜欢画地图，所以就会有很多。之前做社造的一些认识的客户，然后他都会请我，就他们都会请我帮他们社区画一些地图，这是最近的。对，斗六，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熟斗六，笑死啊！这个是埔里，对，那有认识埔里做一些地方创，因为我之前做社区营造嘛，然后就会认识一些比较年轻的地方创生的一些团队，对，然后对，这是埔里的一个。叫鼓励合作社的，他那时候是请我画他们整个埔里的那个梅溪的流域这样。对，然后这个很好笑，就是那时候做社造的时候，然后我就离职啊，然后去做刺青师，然后那时候那边的那个算是承办啊，对，承办，他就说也太酷了吧，那你来帮我们设计一个给那个社区阿嬷戴的袖套。然后就说他们想要恰龙恰虎，我说好啊，我就帮他们画龙跟虎，就他们后来也没有用，他们后来我画了2款，一个是龙跟虎啊，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植物啦，就是植物系的，然后他们后来就也选植物，就没有要选这个，对，然后后来觉得这个没有用，很可惜，然后就在我朋友那个灯具店里面就做大图输出这样，对，然后就是也有一些展览会找我，然后像这个是。在古亭捷运站，台北古亭捷运站潮州街有GoGo 店面前面的那个变电箱，对，那时候就是这个公司他们是跟那个台电的艺术这一块有合作，然后就请我去画那个变电箱。他说他找很多台北的摄影师都拒绝，因为太累了。然后我还从这边去台北画，对，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6、7月，就是前年的这个时候，我想说。手绘的啊，这是手绘的，没有，这是手绘的。然后我用这个笔，就是一点一点点上去，就是银色的笔。对啊，而且它会有一点很光。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为了要避，因为我不想要太多人就是围观什么的。如果因为那个潮州街很多人都是学生、上班族什么的，而且就是平常太阳太大了。所以我大概是每天早上5
5点我就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就画到7点，对，连续画了好像3、4天，对，好累哦，好，然后因为画了这个变电箱之后，然后这间策展公司他就请我去办了，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的个展，对，然后这个是我那时候个展最主要的作品，对，就是刚刚不是有讲到我爸爸身上那一条一半的龙嘛，对，然后我就去把它像就做一个3层的一个装置艺术，对，最后面这个是它最原始的样子，我是先用素描铅笔素描把它画下来，然后第2张是我去想象它完成的样子的那个线稿。对啊，刺青通常也是都会打线稿啦。对，我就先把线稿画出来，然后最后这一张主要是我用我现在擅长的这个风格去把它画出来，就去完成它这样。不可能直接在爸爸身上完成，就是把它画出来。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开幕茶会，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回云林2年，然后再去台北办个展的时候。那时候想要跟台北的朋友们，对台北的大家分享说，我这2年在云林就是接触了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对我认识了咖啡店老板啊、酒吧老板啊，或是就是菜贩的啦，台米菜贩，对，那时候他们刚开，然后就把这些东西，我就请他们就是跟我合作，对，就是把这些食物那一天在开幕的时候就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对，然后因为那次展览。之后就是有很多空间，就是邀请我过去做展览这样，然后就是连续办了好几次，对，然后再来就是返乡的时候啊，就去年就是也参加了浮流记，大家有听过吧？有吧？对，然后浮流记就是那时候想要逼自己去认识更多人，然后就说我当那个志工队长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召集了30几个志工，然后在那2天就是帮忙策展布展啊，然后去帮忙去 handle 整个活动这样。然后这个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摄影，对，但是一直没有把摄影这件事情就是当成就是吃饭的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对，就是我随时随地可能就是都会想要拍照这样，然后其实也是算圆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在咖啡厅办摄影展，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小就很想要这样做，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之前做社造，然后去了一些就是甚至自己本地的云林人都没有去过的一些西部沿海的地方，那边很荒凉，但是我觉得很漂亮，对，然后很多人觉得它是一片空白，可是我觉得它不是空白，它是留白，对，留白是是带有一些感觉的去把它保留起来嘛，对，我觉得那些地方对我的感觉是这样，那我就在那边拍了很多影像，然后分成3个不同的类别，然后就是分别在斗六3个很棒的咖啡厅去做展览，其中一间是小扁的小户车咖啡在附近，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想说，就是想要跟就是这边的人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艺术或是展览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件很神秘或是很神圣，说就是你一定要怎样怎样你才可以去接触到，就是不是，它可能在你身边，就是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边喝咖啡，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在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它就是出现了这样，然后你可以跟它一起相处，然后这是我最近结束的一个展览，就是在台北的那个记得我咖啡，对，不知道就是可能太常在咖啡店出没，然后就会很多咖啡店会来找我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去做一些手稿展览，对，就是手稿展其实对刺青师来讲是一个蛮基础的一个办展览的一个出发点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讲到创作环境，我们还有时间吗？那我快讲啊。对，就是我觉得我的就是楚翔希望我就分享了，
就是创作的部分啊，我觉得它可以分成硬体跟软。对我来讲啊，硬体就是环境嘛，对，然后软体就是自己的内心，对，然后环境的部分就是我还蛮习惯，就是在创作之前，我会先整理自己的，就是至少自己看的范围是干净的，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的五感都要很松，对，五感就是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嘛，对，然后其实就是内心跟就是实际的环境，它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平衡之下，我才会有灵感，对，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要先把外在打理好，我才可以往我自己的内心去整理。对，那要怎么让自己的内心做到整理呢？就是我其实很简单，我只要吃饱跟睡饱就好了。对，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很良好，然后又很放松，就是很有精神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才有办法，就是灵感来了，我才可以去接住它。对，所以我觉得吃饱睡饱很重要。对，然后如果心情不好，我就觉得，或者是很紧张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杯咖啡跟一个肉桂卷，我可能就可以放松了，这样子就是很简单。对，然后分享一下就是工作室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光线很重要。现在是晚上嘛，就是会用一些比较暖黄的灯光，就是让大家比较放松一点。对啊，如果是白天的话，这个是这边啊，就是白天的样子。然后很喜欢玩一些光影的一些变化。对啊，这个其实是我之前的工作室，对，只是想要放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就是采光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我们人是需要通风跟阳光的，对。然后再来是材质的选择，就是刚刚有讲，我就是非常喜欢材质的本质嘛。这可能就是我大学是念那个南艺的材质系，材质创作与设计学系，就是我们会碰很多很多不同样的材质，木头啦、金属啦，或者是纤维等等的。对，然后所以就是我在选用物件的时候，就是我会尽量，当然不可能100%，但是我都会想要选用比较自然的材质，然后比较少用一点点塑胶这样，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在享用空间的时候，就是可以对地球有多一份对地球的尊敬，然后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材质，它其实每个材质都会呼吸这样，然后气味也是，就是我觉得五感很重要，就是它要一起，就是共同达到一个平衡。对，所以进来的时候，其实刺青会有一些就是药水，或者不是药水啦，就是一些墨水，或者是那个喷那个蓝皂，就是一些皂液的一些味道。对，然后我不希望就是这个空间就是都是这个比较化学的味道，所以我会就是大量的点沉香啊，或者是圣木啊，对，去保持这个空间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气味这样子。哦，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哦，然后再来就是音乐，我也觉得很重要。然后对音乐很重要啊，就是你刺青很长的时间，就是一个空白，对。然后音乐可以让人放松，所以我有一个就是歌单，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听的歌单，然后让客人也会觉得很舒服的一些歌单。对，然后就我觉得还蛮有效果的是，就是很多人跟我说，就是他们都会刺到快睡着。对啊，真的有人睡着打呼真的啊，因为我的风格可能算点点跟线条比较不痛一点，相对来讲比较不痛。他真的不怕痛的人，他是真的会睡着。对，大概是这样。好，就这样结束了，谢谢。好，我坐下看看。